有人知影元宵节是当时啊？正月15对无？今仔日是13，所以15是当时拜一。拜一。啊，咱附近有一个足有名的所在，会当看芳仔头，有人知道？盐水的台语怎么说？洋水。不是洋水哦，是洋水哦。那个外地人就会说洋水，洋水，然后想说，是哪里呀？因为我们咱在地人会讲伊是洋水对吧？好，啊，伊逐年拢有办迄花灯的暗会，有人愿意看过啊？看花灯，有人愿意看？有对无？好，啊，你去看花灯足水的，当感受到元宵节的迄个气氛。毋过咱今仔日还袂去，袂要紧。我准备4条题目，啊，我昨已经有公布讲我搭伫遮。你若有去看，你今仔就足紧会当摇出来。啊，若无去看，你还想足久的，因为你看，你爱阁想一下。吼，毋过我紧4条题目是较简单的啊。等一下吼。咱先甲即个题目念一摆。你摇的时阵，你袂当甲我讲，我知影是啥物，啊讲了就煞袂当。你爱甲我讲是安怎？因为我知影有人偷偷啊去问咱，到底即条咧问啥？哦，所以你爱甲我讲是安怎是迄个物件，爱解说互我听。好，来第一条，上条念。两个姊妹啊。变悬变大，要一项物件，毋过应该讲要一件代志，就是即个物件，厝里应该拢有，厝里应该拢有，然后你会当用即个物件来做一件代志，啊，即件代志就甲伊讲的即个来。即个题目是共款的，有人已经叫出来啊。加刀哦，加刀是哪一个字内底？是什么？是啥？台语要安怎？囝是安怎？对。你照镜的时阵，内底迄个人甲你生得是同款。一模一样对无？啊，一个伫内底啊，一个行内底啊，一个伫外口啊。你若换做兄弟，敢会使？嘛会使啊吼！啊，只是讲伊遮是用姊妹啊。好，中拳太厉害了！好，等一下那个准备小礼物给你们。好，第2条，拄喙，手揽腰，尻川互人烧，腰一项物件，嘛是你厝里面用到的。教室内底嘛，无，教室内底袂当有即项物件，学校嘛袂当有即项物件。你爱想看觅哦，伊的喙甲迄个喙，足做伙，啊，你手爱甲伊摇揽咧，毋过伊的尻川的火烧是啥物？王生，你摇一下。讲袂出来，哇！安尼机会有别人哦。来，迄种喷是安怎？喷的喙对你的喙对无？啊来咧，手揽摇摇，你家会当讲看觅是安怎当？食粉的时阵会安怎？你的手会甲迄个粉夹掉咧对无？后面甲伊摇夹掉咧。啊，伊的尻川是毋是会咧烧？好，各位就鼓掌，太厉害了！还有解说出来，好，还有解说出来，这个答案就是烟，抽烟这件事情，假婚呐，好婚。好，第3条。第3条是什么？好，第3条来读一摆。头食涂，尾当路，要食搭3箍，要一项物件会当食。啊，伊生伫倒位？这
调应该较简单吧？一姐，啥物物件？讲袂出来换别人，好换别人。好，静凯，得顺是安怎解释者？因为安怎？伊个头伫土内底，伊对土里发出来对无？好，啊来咧。伊个尾伫外口。嘿，恁敢有看过迄竹笋刚啊采收起来是啥物？有嘛是外口一个壳，连你无法度食，你啊家己剥的才会当食。所以这就是笋啊，竹笋好，伤厉害。老师边啊，较细声，伤大声。好，来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条哦，上简单的哦，啊，毋过爱先念一个来。厝柜无见下树东，要一个地方，要一个所在的名。运用恒春是安怎？因为什么？你可以翻译成台语吗？不行。不行，袂使吗？黄奕顺，麻烦你解说用台语讲一遍。因为四季如春，讲得真好啊！来拍手。